兄弟如手足，蝦條齊齊喐。嚟西貢玩咧，最啱就係3、4個死黨一齊嚟啦，可以一齊起錢咧就唔使講啦，吔飯啊點餸都嗲多幾味啦。咁人均一皮到咧就體驗到頂級嘅快樂噶咯喎。由飛機落地胡志明嗰刻啊，豪華 MPV 同埋專屬管家已經喺機場待命，直接送到市中心最高嘅 Landmark 公寓。咁出入方便又唔禁煙，一個字安心。咁落樓咧已經約好奧黛奇行啦。讀歷史嘅當地大學生咧專程同你介紹越南嗰下犀利啊嘛。晏晝咧去埋帝王洗頭順手嘅事啦。洗面剃鬚鬆骨咧一步到位，晏晝6點咧跟管家去練歌房攞位。西貢蝦條卜卜脆係今晚不醉無歸啦。瞓到第二日自然醒啊，啲行程又滿撚晒。海鮮殘廢餐補充滿滿蛋白質同體力，打碟咖啡咧充滿越南特色。網紅櫻桃餐廳呢度咧谷歌地圖爆晒分㗎，喺中日韓遊客嘅打卡勝地嚟㗎。咁第3日咧打卡埋網紅龍宮，一對一救生員咧唔使驚浸親嘅，游佢2個鐘自由泳先講啦。仲有電量嘅咧咪去行埋5路街咯，所以多人嚟玩咧真係特別有 feel 㗎，你揀㗎嘛偶像，精神啊！